着脆底了的声音。外皮酥脆，里面还饱含水分的法国面包，从原料就一路讲究。这样做，只要你手这样抓的话，它等一下膨胀力就不好。从法国进口面粉还不够，要低温研磨，保留口感。研磨机器林国伟自己 DIY， 它有点模拟像以前用那个柴烧，你在柴烧的时候，它柴里面会有水蒸气嘛。法国面包要正宗原味，林国伟扎扎实实到法国学。醒过的面团进烤箱前，得这般仔细温柔的对待。因为它低温研磨，低温研磨的话，它的维生素就比较不容易破坏。蒸好型，进炉烘焙，等待最佳风味。那你用台湾的面粉做出来，吃起来就很像馒头，没有麦香味。身为传统糕饼店第3代，林国伟改走欧风，法式的意大利口味的面包，单价40-50块，在苗栗公馆算高档消费。例如这个，以前做3条丢2条，做了6年之后吧，才开始畅销。用坚持做出的好味道，总会让人知道。午后2点，面包出炉时间，小店里满气热络。所以你们的面包口味还是走欧风为主，对不对？对，法国面包、意大利面包。那买嘛开？东西当中啊，先看一下。你可以看一下个辛巴达，它里面加那个绿橄榄。哦，你刚刚问他买什么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客人说，哎，先空一哈，我先看一下。老板 DIY 的磨粉机，还有他的秘密武器——天然酵母。他告诉我们，现在还保留这2样的元素，然后用传统方法在做面包的，在台湾大概屈指可数了。在苗栗这里，他们的面包是高价，可是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口碑跟客群，现在也建立信心，然后慢慢往城市去发展了。我要买嘛嘅，我先看一下。我要买嘛嘅，我先看一下。